大台南公车这几年来，除了提升硬体设备，更加重视人的服务，因此每年举办优良驾驶的表扬。今年都经过业者甲工工会推荐，以及民众的票选，总共选出20位优良的公车驾驶，甲10位的客运车优良驾驶，以及12间执优的业者。日前有了市长吴伟泰亲自来颁奖表扬。特别在过年前借这个机会来颁奖给我们优良驾驶长以及优良的公共运输业者，中间包括大客车、客运以及小客车、计程车。其实因为台南幅员比较辽阔，所以相当依赖这个公共运输。可是过去的公共运输因为品质不是很，服务不是很 OK， 所以说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式微就是这个是有些路线都停开了。那这样子的话，也影响到民众的行的权益。所以从过去赖清德市长老市长，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努力想恢复增加更多的公共运输路线。现在已经有145条公共运输路线，其中包括31条小黄公车，其他的是大型公车。因此呢，我想说未来还是继续持续在质跟量上优化我们的公共运输，可以让民众不要老是都自己开车骑车，这样一方面更危险，一方面运输效率没有像公共运输那么高。我们一定会努力来慢慢来在民众行的权利上努力来往前踏出更大的一步。在优良驾驶当中，其中新营客运公车司机赖俊宏，因为常常爱服务轮椅族，累积超过300人次，获颁爱心服务奖。而市区客运执优的业者，优等的有新营客运、兴隆客运、加汉城客运。而客运车执优等的有台湾大车队、港龙大车队、大都会卫星加成功卫星的车队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